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T， 歡迎收睇 YTP Project。近日喺16蒲附近開咗一間新嘅拉麵鋪，而佢具體嘅位置呢，就喺16蒲停車場嘅正對面嗰條巷。OK， 見到啦。就係呢間奇虎拉麵，咦，都好多人排隊下噃，過去排咗隊先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咁我就7點鐘左右攞飛，大概等咗15分鐘左右就輪到我啦。入到嚟鋪頭，面積唔係好大，大概吧台同餐台可以容納到10至12個人左右。OK。先睇一睇佢個餐牌有啲咩食先。呢間奇虎拉麵係一間專食雞白湯拉麵嘅拉麵店。餐牌嘅上半部分係各種唔同風味嘅雞白湯拉麵。揀完要邊款拉麵之後呢，就可以揀唔同嘅拉麵硬度，同埋要唔要追加配菜。再嚟下面就係小食同嘢飲嘅部分。咁因為呢間鋪頭 YT 係未食過嘅，所以按照慣例呢，都係會點佢個招牌，就一定冇死啦。然後因為 YT 食量比較驚人，所以就加多隻溏心蛋，同順便點多2個小食啦。5 minutes later， 咁嗰2個小食呢係上咗先嘅。首先係雞皮餃子，咬落去嗰下好熱，同埋爆晒汁，呢個真係大推。之後係炸雞。新鮮滾熱辣，脆口嘅，不過就冇前面嗰個雞皮餃子咁驚豔，合格水平啦。食完2個小食，個拉麵都到咗啦。可以睇到紫菜、蔥、木耳、雞肉、叉燒，佢該有嘅配菜都有齊啦。首先試下個湯底先，望落去奶白色，飲落唔係嗰種重口味嘅雞湯，雞味同蔥味係有 balance 到嘅，飲完唔會覺得特別油膩。然後試下佢個叉燒，有啲薄，比較難夾。不過又真係入口即化嘅，都幾好食。再嚟試下佢個雞肉，呢個雞肉唔柴，幾嫩，都幾好食。至於麵嘅部分 ，YT 係點咗硬麵嘅，食落就唔怕腍，都唔錯。咁呢間鋪頭呢係可以免費續1次拉麵嘅，食量大嘅朋友仔呢就唔怕食唔飽啦。總結，呢間拉麵鋪個拉麵綜合嚟講算係唔錯，唯一就係個叉燒太過薄啦，夾都夾唔起。不過以68蚊嚟講，佢 CP 值算係好高噶啦，確實亦又唔應該有啲咩好挑剔嘅。至於小食方面，30幾蚊一款就有少少貴，不過個雞皮餃子呢就真係驚豔到我，大推嘅。間唔中食一次都可以接受。
最後係溫馨提示，呢間拉麵鋪營業時間午市係中午12點至3點，而晚市呢係晚上6點至9點半。星期三呢係休息嘅。想去試嘅朋友仔記得留意啦，唔好摸門釘。以上就係今次影片嘅所有內容啦。如果想睇更多粵港澳美食探店，可以 follow YTP Project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 YT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